不要一开始我 key 嘞，好。心走掉落，对，其实它听起来会比较俏皮。进来的时候那个点要注意，你那音准要抓它后的喂。永流流冲啊！闹热大擂台，闹热強下來，才是champion嘅吼。各位親愛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啊！叫咩應用版哦？因為你咁樣嘅情形。我當上演客家太戲啊！好啦，客家太戲，要 cat 一個角色咧。就提下佢哋咯，羅時豐咯，大家好，我係客家天線朱慧娟啊。唔係，因為我同講經過上禮拜比賽以後啊，要淘汰4位參賽朋友，下禮拜敗不復活。哎呦，有留到6位參賽朋友的精英啊，全部抽到嗰邊。精英中的精英的。對，還有經過啊，那夢幻導師啊，那咚咚咚咚咚啊，嚴密的訓練，緊湊的訓練。今天。還是要有一個殘忍的部分啊！又還有殘忍。6位參賽朋友還是要有一位被幹掉。參賽者分做兩嘴進行 PK 賽，前面有總分較高嘅嘴五就贏嘅，輸退嘅嘴五就會淘汰分數最大嘅參賽者。這個介紹你見不嘅評審團嘛？金牌評審團。感謝先生，請司機先生。羅格里先生，總比利先生，小燕先生，先要請到葉家秀先生嚟講今日嘅評分標準。好嚟，今日評分標準就對莫叫啷，因為兩隊做個比賽嘛，所以要求大家吼，自家本身唱歌嘅技術，好，歌曲的詮釋能力，最重要是團結。為咗團體的拼啊，鬧嘅對擂台隊拼出來呢，輸嘅隊嘅最後一名才會被淘汰，所以你要求自己要努力的幫你自己那一隊，對，加分。即使你的分數不是太高，但是呢，你的團隊能力好的話，你還是可以幫。那一隊贏了，你就可以跟着勝利隊伍一起走向勝利，所以加油，加油，好，按子 C 哈，所以有6位參賽朋友嘛，分做一半鬧熱隊，對，一半擂台隊，好不好？哦，鬧熱隊加上要出前面出道的，哦，分數加起來總和係贏的話，就冇事情。我鬧熱隊有冇事情？還有擂台隊總分加起來係輸的話，你那邊輸的清查分數的幾位參賽朋友嗰邊淘汰。好啊你哦，唔錯啊，又喺藝鬧擂台隊我白講，係盲比啊，仲要係唔前比啊，我白講，前比啊，可能係糖咧袋係戇戇嘅，所以盲前比係唔啲啦，可能日鬧日吹嘅，等下比就啲，好嘛？鬧熱隊。走！好，來讓他們聽一下擂台隊。老師救命！這要怎麼比呀？哈，對呀，自動放棄啊！對呀，好，加油一點哈！我跟你講，害我今天穿那麼漂亮哈，來幫你們加油。好啦，介紹啊，鬧熱吹嘅，鬧我隊。
老年职业 TV 王庄橋嘿，帶來個送片。啊，今日送片嚟哦！哎呦，冇安尼啦，冇安尼。咱擂台主演派出梁先生是龅牙。係啊，王莊橋冇事情先把個送片做完了。嘿，是龅牙送片。來。木子地咯。好，第二個低又不準哈。木子地咯。好，第二個低你冇從準，不過你可以把那大氣抓出來。哦，看深遠對，這歌會更有氣勢。我感覺好，過音準都要注意。好，加油。好，这首歌应该蛮适合你，因为蛮有跳动的感觉哈。开发牌的狗位，鼓手你应该要表现得很好。再来你要注意一点，刚刚你有些唱的音要收的时候，收的稍微干净一点点就好了。好，因为它这个是有跑给节拍的，对不对？你收要收干净，尽量不要有太长的给就是延长音都底播，好，你就会跟着国位就变得更轻快。用
来，你来这边。赢了，我也要讲一下嘛。来讲来。开玩笑哎。因为佢本身你也是音乐科的嘛，哈，音乐系的。中国文化大学国乐系声乐组。声乐组，所以佢甲创那条歌非常的适合佢。对对。哎呀，迄个弥托哈。有啦，是唐以天创歌时节有感觉到创亚树歌的嗓音的氛围，真的是有很伤心的感觉。所以我对我闹热组有信心。对。但是那个擂台组，仙仙今天表现真的很棒，真的还不错呢。对哈，而且他今天穿的这样子，让我觉得他身材以后不得了，很棒，真的腿好漂亮。裤子有紧了。后面这样看，觉得好像徐世慧老师在唱歌。哎，你今天干嘛穿点点一样的？对呀哈。因为唱徐老师的歌啊。对啊，四宝鸭我知道是徐老师的歌。所以徐老师他今天冲亚国文，知道。其实我觉得轩轩其实年纪那么小哈，给要唱完那国外其实不太容易。不过他金币公司才给表现都好了哈。只是说因为亚洲国外，其实我很重他的律动，就是他的律动，好律动。老师可以帮我一下吗？我可以试试看吗？副歌就好。哦，副歌就好。天公观众梦，我老嘅歌。大做一个，做个你的冲过山的你的跳，风眼冲浪的跳亮在木卡路，唱啊公错点碰点泡茶，是包呀没喊你做哈，莫喊其他，也讲讲山的呀，我风就放在落跳，笑哈哈。赢了！俺希望的这种律动的感觉只是说它的缺点，轩轩金币冲的就是在那个后面点数的强弱点，某做都一后，没有抓得很好。不然给其实亚苏哥，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已经唱得很满意了。我觉得他已经很棒了。对，我真的觉得真嘅讲14岁天安尼做到安尼唱真嘅。虽然我跟他是敌对，但是我真的也觉得他真的。谢谢。但我们的是不是更棒？张强其实亚洲国外通过叫阿拜，讲亚洲国外其实对人的嗓音来讲，其实你的声音的肺活量其实是非常棒的。不过你的肺活量有时候在用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再让它能够有一点腼腆。像亚洲国外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太多，你在表现出那种亢奋的状态。除非创艺术国外时间你有一些内敛收回来，会比较好。其实亚洲国外应该讲哈，它其实可以用两面方法。你可能选择的方法是，一种比较豪放的心情在唱。你如果设定的比较柔和，可能是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你可能做法可能就冇嘛穷腰，这个会有一些争议啦。那每一个老师可能每个老师的看法冇嘛穷腰，古时候可能我的想法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是标准的。不过我是认为是说，用两个嗓音来表现。我觉得啦，我们看了你很多那种强势，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你柔情的那一面。哎呦，铁汉柔情的一面，我想看你柔情的那一面。下次我再柔情。OK， 这是我的建议啦。其实你的 range 很宽的哦，安之 C。我们的叶将军有发言。实在讲，我觉得东东老师一定对你很头痛，因为你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从国家。你的咬字完全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讲每一个字，今天不管你用马该心情，你唱歌，你要送别是对方是谁，跳就跳，你要把字咬完，你的每个音都是一个字，像金、给、一、那个鼻音就不见了，你的字都没有咬完全，所以听起来你都觉得那个中国是在讲。一首歌的旋律，它是在变化当中。那么你很好是它每一个音都咬出来，尤其最严重的是，你这个看播出它，你所有的歌，尤其到最后的尾音的时候，他唱一拖长音的时候，你知道跳就没有了。可是跳是怎么发音的？跳是跳，它最后是乌结尾的，所以会觉得
社会老师会觉得说，中国比方出去冒转来，日本冒转来，讲发出出去转来嘛，因一支24出去是转来，这样就收尾嘛。所以歌跟歌之间，它是一颗一颗一颗，讲发们一颗一颗一颗。你要中国歌出，你要很清楚的交代，一张诗的唱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不要这个字没完拖下一个，还一个你的整个歌的弹性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你从客家歌就要把客家歌真正咬字的精神，很精准的传达给人家说，客家歌是用版唱，用版讲，客家话是用版唱，唱，好。好，安子生，我教大家哈。哎呀，刚才东东老师，他有给你很头痛吗？其实他给那个画面，我给冲的时间我比较担心，给冲马堂的时间比较担心，就是他就是感情过于泛滥了。我也跟他说可以转换一个角度，将军朋友很敢变一个角度。我说，如果一首歌艺术国位用悲情都过去的时候，那刚给他一个冲一般给结尾，结尾就没有。毕竟是个比赛，所以我还可以转换一个角度，稍微比较豪气来唱这首歌这样子。我会慢慢搞一个，可以是靠铺陈，莫按样，马上就进入到那么嗨的程度，慢慢的往上去铺陈。哦，太可以了。不过刚刚那个叶嘉修老师讲的是没错，你那个咬字真的要注意，因为短短的时间没法改。不过我压着个慢慢的，你去个以6言6海去个长的时间，你啊，俺们提对啊，对位，慢慢提改过来，各位。那个字才会更清晰、更清楚，也直接影响到你放音的放出去那个感觉。但是你唱个清楚，我相信那感觉汤有啲冇重样诶，好不好？好，加油！啊，两位都有同好表现，但是分数还唔定样板。好，那先看呀。先看牙吗？好，来。看呀，好。看防撞球，就拿到1得分来。牺牲1分，很做的。看着宽什么牺牲？嘿，贤贤，哎呀，来看你的了哈，好，来看一下梁贤贤的分数。哇！耶！啊，我们也耶一下。耶！啊，加油啊！棒，没关系，哎，暂时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好不好？哎呀，好，两位辛苦了，恭喜两位啊！回座休息。他目前的闹热队输2分啊，哎呀，让2分。好，安尼下一组呢？闹热队还派出陈建奇。哦，厉害哦！就帶來歌曲嘅天光啊！天光啊！剛才擂台最派出李文賢，要唱5日寫。好，來聽下。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哦，比方刚你忘词，忘词部分现在会忘，待会有可能会忘哦。对，比赛所以要记好哦，把整个顺序顺序的记好了。如果要各位哦，其实如果你音准开音准破啊，是冇乜问题。如果你要带到画面这个，你把它变成一个男孩子的感觉，把那个女孩子的感觉先把它抽掉，你是个男孩子的感觉来唱这首歌。好，创一下首各位，做得冇？好，做得，加油啦！创以后，
赛以来第一次拿到。我一直以为你拿过很多次。没有，我只有第一次拿到。一条都跟我讲，哎，海君姐，我压力好大。哎，对到赢啊，轻松。刚刚你进来第一个音稍微不准了一些，但大部分第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稍微要心理准备一下，你要唱的音要把它准备好。你尾音都做得很好，你的尾音都有做给转音啊，还做很美妙的一些装饰音，我觉得还不错。好，不过进来的时候那个点要注意，你看音准要抓好的喂，好抓好一些，那这个歌会更棒一些。心中有一幅画啊，你也写满书啊，风动树叶放一角，怕写给油桐花啊，心中有一句话啊，感让你牵挂啊，看见路途。心爱遍地下，一年过，油桐花开随风飘，飘向云海满山呀，凉风是无心照。一年过，也是满山。唐神机的发明，唐神机的呢比赛方式，因为我客家电视台呢，系啊，啊，错啊，从比赛客家歌呢，嘿，结果两边唔係客家人，好多人，伊客人，迄個外省人，外省人，奇怪咧哈，但是又客家歌又唱到很好。又唱得清好，哎，奇怪咧，呀，懂奇怪的，色彩，就像俺的客家人，从后头过上头，奇怪了。你青菜葱葱的，疼惜你人心，一口糖哎。你看呐，青菜葱葱哎，你比金曲奖，没得。好啦，两位都在创作样板，你要唱歌要欣赏。好，有唱到，哎呦，我的偶像，罗格里。好，先唱的先讲，建居。你给你创记得好几个字，发音根本就不对。爱塔顿紧上路，你唱成爱摊顿紧省路，哈。再来有两个地方那个换气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第一句发生在右后边迟迟等天公，就唔讲给田南舞，那一口气让我听得非常非常的替你担心哈。还有一口气在哪里？用一个批灯发向，站一个比天台人压之一个。回去看转播都有证据哈，我不会乱说话。
那个换气声哈，如果说你找不到适当的点来换气，我建议你一口气把它唱完。主唱他可以换得很漂亮，是因为录音室他磨了不知道几千遍在那边的，人家可以把换气做得很棒。我们没有办法当场表现出来，干脆我就建议你一口气把它唱完嘛。你为什么非要学他在那个地方换气嘞？如果你换得不漂亮，你又何必替自己扣分数呢？问题没有换气没那么长，怎么办？所以你这会扣更多分呢。所以要在前面找适当点啊，整个歌的流畅度才会有。大致上是这样啦，但是我还是要鼓励你的声音的乡土性哦，我还是要鼓励你从选国外哈，就朝这个方向去选歌就对了。就分数就算会掉，因为这些小错误掉下也不会掉太多，往这个方向去走。陈建基，有你的位置，好，加油！再来，文心哈，文心，一直以来让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两个状况时好时坏。你在唱一些比较后现代的客家创作歌手的歌的时候，你那个 R&B 的那个味道让我很喜欢，很自由，很 free。可是当你在唱这一些比较传统的客家流行客家歌的时候，哈，你的唱法就要不要那么的 R&B 了，就不要那么现代了，因为说实在格格不入。尤其你有一个很习惯的动作，就是你在每一句的尾音，你的抖虽然不是抖的幅度不是那么大，可是你抖的频率很快。就过去，而且很机械。这种抖音呢，用在某些歌很好听。因为你的抖也不强，也不明显，就是很快这样。像这种比较传统一点的客家歌呢，尽量你不要有这些声音处理出来，会比较恰当。今天你唱这首歌不是唱得不好，很好，音准、拍子、咬字都很 OK， 但是味道上面就是有一点那么格格不入，让我们评审很难给你高分。如果你要好，还要更好。你就要做一些小细节去修改，才会让你自己更好，好不好？加油！谢谢老师。好，安子谁哈？先快点，先快点。好，很困难哈，来，看一下陈建基这拿到一个分来啊。7分与9分，改了40分。好，唔怕。再来看一下李文hin的分数。叶老师给到10分呢。对啊。比赛以来第一次拿到10分。哎呦，有一个10分。啊，真的啊，我一直以为你拿过很多次。没有，我只有第一次拿到10分。哦，都是给婷婷拿去了啦。对。好，嘿，安尼两嘴还目前分数加起来，嘿，脑热嘴81分哈。嘿，擂台嘴哈。85分。唔怕啦。唔怕。唔好安尼啦。对啊，唔攀的听听啦，哎呀，没办法哈，两个先回座休息。休息一下。安子谁哈，回座休息。好，安尼杀下来，嘿，脑热嘴，重开，充满。陈婷婷带来流浪。啊，擂台水，邱志强带来陈燕。来唱歌。哟，不过呢，你那个无不要那么强，有点咽卡，那个你咽卡，我不要那个东西，你试试看我觉得会更好。来，这2句都一样，你有点太多了，突然那个 energy 变咽卡，好，我有这种感觉，来，再来一次。流浪啊，没关系 ，OK 的。好，很棒哦，刚刚那样唱，我觉得比较顺了一些。
世间庄严前世今生。鬼术国里边延长一懂懂，你要小心好好控制你的气，不要一开始我 key 嘞，好，不要冲太快，好，加油，谢谢老师。两位都好听。其实我刚刚的酸酸的哈，我们现在输4分没有？对，落后4分。输4分，如果他以他的水准，青菜匆匆啊牺牲5分能够，他也不可能低于41呀，对吗？他没可能啊，对吗？对啊。你觉得你今天表现怎么样？就还稳稳 OK 这样，稳稳。对，其实要看评审老师，对，要看评审老师。庄慧茹老师，哎，有请老师，麻烦你哈。婷婷，我觉得你这首歌唱得太棒了。哦，谢谢老师，真的是太棒了。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唱得像你这么好，真的。然后，但是我想说，只有一个建议，你这首歌的 rap 的那个地方，因为它的字很碎，那其实一般 rap 都是这样沉沉的，可是因为你是女生，其实你可以再把 key 定高一点点，在 rap 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清楚听得到你的字，不然只听到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其他我真的觉得你整个处理没有话说。我给你的分数也很好，真的很棒。那子谦，给你好，有一些些的节奏，慢后哈，像那个。秋琼江中发那个地方，你2次的副歌那里都略抢拍，然后水中捏的地方的音准都偏高了，这个有点可惜。但是整体起来你的表现是不错。那如果说其实像这样3拍子的东西通常要比较注意拍子，稳稳的唱，都不要急。常常你在一个过程要强下去，在下拍的时候就会稍微快了一点点。只有这个地方，我觉得之前你在唱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以再努力一点点，看看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稳定在拍子上面，我想就会更好。好，加油哦！安子生，谢谢哈。2位小问题。
嘿，小问题，但应该你那边好像零缺点呢。吼，他一条都跟我讲，哎，海君姐，我压力好大。嗯哼。哎，对到赢啊，轻松。哎呀，他跟队长讲这句话。我跟你讲，满眼对肉给都懂水啦。每一个人碰到你都觉得他很倒霉，为什么那么倒霉碰到你呢？是故人怨的。哎呀，但俺看到肖老师哦。那这里补充一下哈，对，婷婷哈，真的今天唱这首真的是很棒，因为你之前有跟君娜有合过嘛哈，所以你很熟而且很流利。好，但是有一点点要补充，刚刚慧茹老师没有讲到，你在咬字的方面这一点哈，你如果跟文心学习，你就10分了，哇，可能就满分，搞不好每个人都给你10分了。好，这一点你要。做老师的部分呀。对，就咬字的部分而已哈。子谦呢，其实我跟你讲，你今天除了那个小拍子的一些强拍的话，我觉得你今天进步懂的。你从一破开始，我觉得你层次最有跌走，慢慢的一过，我觉得真的很棒。好，安子师，谢谢老师。A.V. 来的参加俺的梦幻指导老师东老师。哎呀，其实Give Me 的2V 其实都已经是唱得很不错了。那之前那个水中月，其实几多练习家里讲，也没法怪来，就是那个拍子问题、音准的问题哦，同样的情况发生了。不过都在预料之中。不过2位都表现得还不错了，尤其婷婷她冲给出国位时间啊，其实已经唱很到位了。我只小改了一个东西，我说那个不要唱太重，他留了最后一次，就一次出现那个比较爆裂的音，就distortion 一次，我觉得这是 perfect， 所以他今天表现非常好。但 rap 那一段我倒没注意到，因为你唱的时候没唱给我听那一段，要不然我大概也会跟你讲大概一样的话。好 ，OK， 加油，很棒。谢谢。那先来看一下陈婷婷1分，好不好？我要目前数4分呐，好不好？闹热队数4分。看一下陈婷婷1分，来。谢谢老师。1道76，你如果41分你就完了。你42分还有平手哦，对不对？平手我们还要再瞧哦。我好紧张，我胃好痛。老鼠屎。嗨，不要紧张，这个可以哈，手指剑可以得到1分。谢谢你1分。好，先谢谢2位哈，2位哈，先手牵手一直啊，不用手牵手，平手一直走下去啊，对。哇，2位真的很强。还是要我们来唱一下。好了哈，那我们队长自己人一人选1首歌哈，哎呀。你要唱《英雄好汉》吗？好了，安尼陈先生讨论下嘞，亮嘴都得。要亮出要头太慢一点啊，来休息一下。加油！看吧你啊！啊！冲起来看吧你！刚刚老师讨论过后啊，他说我们2队的队长啊，2首歌来选啊，一首迄蔡雅甜精的安普头，一条迄较传统的头发块。俺有本。讲之后啦，但是比赛一定有输有赢哈。平数来讲，当然分出胜负，但是没办法，俺一定要分出来。这6V 来讲，清大分的，迄俺闹热吹的陈建奇，其上40分，但是40分来讲已经动过的啦。但是在众高手之下，不好意思，你分数是比较略低一点，好，所以没关系，你先暂时被淘汰，好不好？哎呀，下礼拜败不复活，就靠你了，好不好？好，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很棒了，很棒。
对。好，安尼今日比赛比退了，等下还有传统组的比赛啊哈，哎呀，先多谢5位先过评审席，谢谢。来看传统组的比赛，莫转台哦。哈哈，加下流行歌曲组有看到嘛？看到了，所以精彩嘛。所以他传统组咩腔样，分两吹啊。哈，也有唱安尼黄佩书老师哈，梦幻导师，梦幻导师的指头吉啊掉，哦，希望吉啊今日成绩全部当好，好，也希望啊今日俺闹热队做的赢啊，闹热队赢了，嘿嘿。哎，他自己开心就好了。事实怎么样？擂台队给我加油一点。好，好了，介绍评审席上的。永远有先生，李秋霞先生，李定明先生。曾元祖先生、罗英英先生，先有请到姜云玉先生来讲一下今年的比赛规则。好来。好，大家好。今年呢係分組嘅 PK 賽哦，嚇。我扮演呢爭取公演嘅高分，韓國團體嘅好成績，當然係靠國家嘅表現，國家嘅演唱嘅技巧表現咯。比如講嘅節奏，比如講呢個用聲發音，韓國呢所有嘅從特色詞嘅表現、笑容兩方面。當搖搖的表現，因為到底下來日唱日搖日唱日好，這樣做得大家加油哦！好啦，安尼做了結個進行球比賽啦，好吧？好，有請到我鬧熱吹小純帶來羅山歌。係，我擂台隊嘅總含義帶來平板。讓我比啊！兩個都當厲害。上禮拜兩個分數同樣4勝5分，對嗎？所以下禮拜兩個真的是變化啦，看買分數較好。來，其實你的轉韻什麼的都控制得蠻好的，可是如果你這個後面你上去的你要如果要加那個小小的音符的時候，好，肚子要推一下下。可是你要記得，一換氣下去的那個第一個字非常重要。后面有气，所以那个虫刚才有点唱太多。溜溜溜虫啊，
可以再做多一点点控制。当然，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下子要你做就可以做到，可是慢慢会可以受控制。运气好哈，哎呀，出道期哎呀，我运气咩不差，出道期啊，你运气懂好，出道修顺季，系啊系啊，好，加油，加油，看巴的啊，啊，冲起来啦，看巴的。对吧？要抚慰自己一下心灵嘛。不会啊，萱萱姐姐唱的非常的好啊。好哈。对啊，到底好不好？我都看欣赏啊。对对对。对啊，那欣赏都公平啊的。好，先有请到姜云有欣赏。好来。好，兩位小姐吼，其實呢都唱到也蠻好，不過我想兩首喺度比較嘅時節，一首唱嘅係羅山歌，一首唱嘅係平板。當然啦，你只要係你將你現在嘅板條唱得好，都會當好嘅表現哈。像我先講嘅係吳小姐，佢唱嘅係羅山歌，夢自神龍父母心。其實呢，你那個按羅山歌按個講法嘅種係感情，當直接嚟按表達。我為此當叫咪要到緊張，當誠意，像當小心按唱啊，當小心當誠意按唱嘅時節，我感覺到有一點懶洋洋的感覺。好，你講你夢自神龍。一條嘢時間一起動一動，好像很多時間可以讓你歡喜，當到時嘅，所以你父母心啦，因為知道係你係一句話，但是你變成了兩句，哈，其實你做的才兩個夢自神龍，父母心啦，在後面來表現它，好，冇得個中間啦。你提示記啦，提示記，提都有一個情況，就係講中間因為聽動叫，後邊你是冇上好就個表現啦。另外呢，鍾小姐呢嘅平板，佢當好嘅為所是，佢音色本身係當好嘅條件，嚇，佢咪唱阿蠻流暢，嚇，但是佢嘅高音挺好，但是佢帶音。我發現他的低音好控制的喎，啊，希望你，謝謝。好，安子姐，揸嚟談一下，好，係啊，另外一位先生無空用嘅經驗，好，那麼來談下李秋霞先生。好嚟嚇。小春今日嘅嗓音當太喊，但是唱歌界嘅我諗下換氣的適當度冇度好，所以你睇喺動樂嘅時候，溫氣嘅時候，人感覺你拖長長，喺幫人做人嘅時候，人感覺人叫做不夠於流暢。所以小春，你專業有進步嘅空間。喺含義上，你平板轉到
亲孙，但是你的嗓音就刚江老师讲的，你的带音，你的喉音会走出来。所以你专心你要练你的带音，真的会冲国语的高音、带音，这个音域你自己要去做。你不要说高音我唱得起来，低音你的喉音要跑出来。所以今天呢，两个专心碰到一只经验，回去好好再练习，还有进步的共建，加油！好，安子 C， 好，哎呀，金老师在讲，我在听啊，哎呀，好。按这看一下咯。你做乜嘢啊？先跳太戲咯。咩啊？每天啊。見下片的啊。唔怕啦。見下片的啊。每天也卡過款哦。哎呦。好，對不對？希望哦。對。好，來看一下。來趕緊看一下。鬧熱隊吳修純做得拿到1道分，來。73分呢。好。覺得會驚了。預算那個心理的預算怎麼樣？唔會啦，唔會啦。唔會驚啊？沒關係。你剛剛唔會43分以上啊，還是43分以下？唔啲啊，滿線打啲。好，再來看一下。來看一下擂台隊嘅總含義佢得到1道分呢。47分，2到1分啦，係啦。兩位講真的，水準以上啦。係呀，真的，兩位最厲害。哎呀，談一下呢夢幻指導老師吼。好，來佩樹老師。其實呢，跳下躺基調重給時間啊，就像老師說的，韓奕姐的低音，好又穩聽，你就要去控制那個，然後知道怎麼樣去收那個點。然後秀春姐呢，就是我老去講下都係詮釋的問題，因為基調給上啊、表現啊，來三大調，他們都是很熟悉的，所以怎麼樣發揮自己，還冇強容給提鳳，就會你要把那個歌詞的意思，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詮釋出來。那秀春姐唱的《蒙自神龍》《夫母行》。然後我剛才有示範給他唱，示範給他聽。我跟他講說，如果我今天唱這一句的時候，我會怎麼唱？然後如果他自己講出這一句的時候，他要怎麼唱？所以他可能真的想要把那個父母心講得更深沉一點，所以他今天吸了比較多氣，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了解了解哈。謝謝老師。恭喜恭喜，好，先回做休息。謝謝。好嘞，安尼基本上，加兩位安尼樣擂台贏1分，哈。對對，我繼續贏，係啊，繼續我贏下伊。殺下來，係鬧熱吹，哈哈哈哈！我派到嘅係羅斯人呐。哦，剛才擂台吹派了廖瓊玉小蘋果。我片羅斯人帶來羅山歌。哦，剛才準備羅東跳。我嚟彈看啦。千萬不能欺我們鬧熱隊的。中禮拜攏唔咩呢？啊，你們家禮拜本攏鴉片啊？好過吃屎呢。唱好一點。心会冲，然后你有换气，对不对？然后后面这边三国字啊。对你这个，然后后面是不是拉？那个拉你可不可以？好像有一个鸡蛋在你嘴巴里面，就是你可不可以？对对对，是圆一点点的，然后就会很棒。
像这个你是用切分，对不对？对。心走掉落，对，其实它听起来会比较俏皮，比较可爱一点，不会说好像都在拍子上面。可是你要记得，你每一句的这个尾音哦，要控制好，有时候会声音会平掉。然后呢，哎呀一蓬松，这个是衬字，它虽然没有意思，对不对？可是它是可以做很多不同表现的地方。你第一句稍微小一点，或是软一点；第二句多一点点。厉害啊！哦，今日两位哈，算旗鼓相当哦。当然哦。哎呀，应该不会大人欺负小孩哈，不会了哈。你没有啦，上礼拜配合的很好，配合很好，对不对？很棒的，很棒的。对对对，千万不能欺负我们闹热队的哈。当然不会。你主动按你讲。哎呦，不能。你上礼拜拢唔咩安尼？哈，因为佢压礼拜本弄鸦片啊。好，快吃死呢。唱好一点。我来唱歌一下那李金明先生好嘛？来，系啊。罗生很好生，小朋友哈，那个洛杉矶呢，个部分哦，感覺佢可以哈，韓國做下發地位哈。像比如講，佢就喺咬字方面可能係咩講十分嘅做得重爭啦哈。比如一閃咩閃嘛，閃嘛一閃啊，按照魔術。韓國唱那個下南腔嘅難咩難哈。從大家會說，當然用那個耳機堂就懂清楚哈。會記住按嘅一隻，對啲部分呢，將來讀多啲條嘅詩啊哈，閉口韻哈，要收韻哈，嘅要向哈收起來哈，按從那邊下降哈。韓國廖小姐條書羅東條哈，那係青獨線的一首歌嘅啦哈。當然係講不簡單，創作人也不容易，因為小條哈，佢有一隻風格做得到去創作人，但是嗌下氣氛嘅感覺啦哈，就講希望做得創作將有啲我寫嚟嚟創業嘅下豪邁地位，下和尚地位哈，感覺會更加好過更加好啦哈。但是做得創作人也不容易哈，還係不錯啦哈。就比較起來，希望平暗創嘅時間呢，可能希望做到將有寫嚟嗰種嘅哈豪邁嘅感覺哈，會更加嘅好哈，個加油係。好，羨慕先生，羨慕先生哈，羨慕先生，兩位嘅分數唔點樣樣板啊？嚟看一下好嘛？先嚟看一下鬧熱吹嘅羅詩人佢哋對到分呢。哦，犧牲一分呢？犧牲一分。係看下擂台吹嘅廖橋源佢哋對到分呢。同分。
但是曾敏祖先生甲入去比9分，还入去8分呢。因为伊是呐吼，我发觉伊今比唱歌，以往冇乜嘅腔样，吼，但是佢有用心，都嘅唱，都嘅诠釋你啊歌詞底部度嘅意思。佢木主也冇安樣嘢飄過來飄過去，吼，較穩聽吐又較穩衝咧。吼，因為伊做佢當為調侃老師。吼，唱啊會。寫下過來看呢片嘅老師也安樣嘢，看有注意到佢安樣嘢咧，會分心呐。根本嘢呢是有用心到嘅唱。再來強樣做嘛本佢8分，所以上禮拜我因為佢兩啥對唱嘅時間，我因為佢唱嘅聲音有進步，我分數也本到1個啦。好，但是唔知做嘛啲禮拜來呢，佢上來發覺佢又恢復到以做嘅樣嘢呢，用嘅合腔跟那個共鳴的聲音，所以禮拜嘅唱跳悠嚟啦，讓聲音也太尖了，這樣子，所以慢慢你要去調試你這個唱歌唱腔，看有辦法想辦法把它調整過來，這樣子分數會拿得更好一點，好不好？再加油！好，謝謝大家，謝謝。按你做兩米加起來，俺目前老熱吹85分啊，係啊，擂台吹86分，係簽時嚇，俺讓也得1分，嚇，好，謝謝，再見，再見，真係可以，謝謝你，是兩個人可愛，殺下來，嘿，老熱吹，我有唱到係莊美珍，好，剛係美濃之光總雄 Q， 我莊美珍帶來《山歌子》。哎呦，我馬上歌詞咧。同樣嘅啊，好，按呢度邊看啦，看埋我。兩位美女。按獎按高貴，還有按會唱歌嘅。從分數又按歌。嘿妹，哇，佢真係有分數當然片。猜思就是猜，其实在讲的时候它是比较轻，对不对？所以唱的时候也是一样。人生了猜哪是啊？它可以有多有少，就是你给一个声音，这个句子它可以有推有拉，他就知道哦你在讲人生猜思一出球。
一个唱歌的习惯，就是你很容易去动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会因为他的节拍，然后你就去动他的头。其实你不需要用动头去控制你的声音。佩舒老师真正发现我的问题，很多朋友都说，我每次唱歌头都会一直点，这是我的缺点。尽量把同样嘅缺点嚟改過來，看下會健康健好嘛。你这按奖按高贵，还有按会冲过的，分数又按高。嘿妹，哇，个真的要分数当然平。刚才侬现在弹款是金边也吹冲啊都用的。好，有请到陆莹先生。咪真太济吼，我觉得你日是伫个进步，不论係應該推風吼，還係詞新譜，因為你不能長嘅時間，我感覺你上任非常嘅強，毋過時常就本你自家嘅詞新譜吼，係感染到，所以呢就係你感情嘅表態啊，和各方面就會本人知道啊。下為聽見眾安樣去，毋過見你也見來見好咧吼。係講我講你根本你唱嘅三個那篇本來去到外改啊吼，就係你譬如講你第三季三個唱吼，應該歌呢個你後背就係加 O 吼 ，O 就做得練到唱起咧吼，唔是這個 O 三個流唱。好嘅，三個來唱，好，安樣應該就來個係有聽到咧，吼，喺這個咧講到咧中鄉曲台即吼，應該上任日期大家供應非常嘅強，你冇乜問題。咁講呢，也係一聽愛講，也係你頭先你係問題強讓，特技都入家就愛，吼愛聽到咧，吼，譬如講第一句，莫講三個，吼，應該講到三有愛。好，冇震動又有愛，嘿，你大家都有愛。這邊莫講愛散啊，莫講了散啊歌啊，好，阿健莫講了散啊，好，因為聽到就會幫人注意到，好，了解一些會。本人知道，你嘅表現完美當獎哦。我聽到嘅時間吼，就會本人知道，你愛當場動到會讓響到，我談你係歌詞，我就會想到，你頭先嘅歌詞咪意思，我唔記得咧，吼，因為
安样会影响到整体嘅弹起来嘅感觉，我讲嘅安感觉啦吼。喺係講住天外本人建議就係我除咗頭先講做啲修正啊吼，因為就為所我希望你做個這個彈看啊，就係提示記吼。文章輕度嘅輕吼，你嘅聲音非常嘅降，咁講你係做得。本來輕和還有彈性，還有一點點韌性嘅感覺，唔係台上唱出來就好。好，因為你的音色，所以修飾了這個忽然的大聲。係講你做得還有到你係彈性出來，我驅動嘅你係歸屬嘅歌曲會很下好聽。好，是冇咁講兩屆經驗表現都非常嘅好，所以分數我本地也一獎。好，所以你哋好，謝謝，多得一獎啊！但係先冷漠一下哈。安尼，老師黃老師，其實吼，佢兩三個上啊，從佢條欣賞講嘅動好，唔講我感覺很有進步嘅，還有那個進步的空間。像是美珍姐，我感覺佢重構嘅時間吼，很按照拍子，把它做到很完整，把它做到很漂亮，就是像乖學生一樣，一個一個字這樣子唱得很好很乖。可是呢，其實走得很有莫強榮嘅表現，像我剛才也跟小蘋果講，像他們的就是說他們長的樣子，他們的聲音其實都還有開發的空間，真的不是只有這樣。對，還有進步的空間呢哈。好，加油！按仔細哈，按你這個看本書了。面對現實啊，哈，好了，有沒有信心？看多帶些鬧熱對陽啊，擂台對陽哈，來。先來看一下總米子的分數。鬧熱隊有機會啊！來，接下來看一下擂台區嘅總向區睇到幾多分？兩個都講爭嘅啫。44哎。沒關係，簽詞兩位哈，恭喜兩位。恭喜恭喜哈！簽詞這一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你這個很刺激呢，對呀，刺激到我都語無倫次亂講話。總向 Q。成績揭曉。哦。鬧熱隊總分129分。擂台吹。嘿。總分130分。所以恭喜擂台吹獲勝。謝謝。你沒有淘汰擂台吹耶？有哦。有哦。對待鬧熱吹耶啦哈。你老師人拍攝哦，72分呢，72分分數當高咧。唔怕下禮拜敗部復活，你再嚟拼下咧，好吧？加油加油！敗部你拼起來，好嘛？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哎呀，辛苦安朵 V， 參賽者，哎呀，辛苦那黃老師，謝謝謝謝。啊，希望大家結個報名哈，係報名專線0919388398，純正天花0227778231。係，謝謝哈，多謝多謝，哎。多謝5位辛苦的評審，謝謝。多謝參賽者，還有我們辛苦的詹老師大樂隊，謝謝。謝謝。好，同時間我們記得下禮拜放假時間的時光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公阿來。